要是有一天我发现面包里的馅儿比平时多了一些，我都会觉得很幸福的话，那我就会明白这个工作的价值。亚楠姐曾经跟我说，干我们这一行会经历3个必经阶段。第一阶段是恐惧，第2阶段是忧郁和迷惘，第3阶段是自我否定。你为什么会干这个？我就是想给这个黑黢黢的道上点一盏灯。我好像闯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，不小心窥探到了别人的秘密。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，但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，我的心告诉我，想要紧紧握住他们的手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所有的恐惧和不甘好像都化成了一种抽象而无解的遗憾。活着还是很不错的。其实比什么都不做多做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这个世界也会不同吧。不能告别就是一辈子的遗憾。虽然我不知道意外、贫穷、误解、病痛、有失我爱哪个会先来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，但明天会有太阳吗？我相信。不知不觉，我已经经历这么多生死。因为与死亡结缘，我走过了我人生中最迷茫、最黑暗的阶段。人们在我的生命里来来去去，终于让我学会了生活。我接触到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生者家属，人生百态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不管是怎样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去的人安心的去，活的人安心的活。爱比结局更重要。我想殡葬行业之所以存在，不仅仅是为了处理逝者的遗体，更是为了告慰生者的心灵，去抚平伤痛，让他们看到亲人在死亡中所获得的尊严和平静。能告诉我死到底是什么样子吗？我们买好票，坐进摩天轮，从最底下慢慢升上来，升到最高，看到最漂亮的风景之后，又要慢慢降下去，和风景告别，和一起看过风景的人告别。等到降到最底下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摩天轮里的位置让给其他人，让他们坐进来。这就是死。死也没那么可怕。死不可怕，错过风景才可怕呢。你说，以后你在天上干嘛呀？科学研究，记录数据，那你愿意辛勤回家？